英国女星奥利薇亚·科尔曼 （Olivia Colman） 凭借历史喜剧《争宠》中精湛演出，今天登上奥斯卡影后，爆冷击败先前看好以《爱妻》获奖的葛伦·克罗斯 （Glenn Close）。45岁奥利薇亚·科尔曼首次入围奥斯卡就一举夺奖。反观葛伦·克罗斯辉煌演艺生涯中7度荣获奥斯卡提名，却一再与小金人擦身而过。奥利薇亚·科尔曼在《争宠》The Favorite 安妮女王的表现，先前已让她赢得金球奖和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 BAFTA Awards。路透社报道，奥利薇亚·科尔曼在好莱坞知名度不高，在英国却是打滚20多年的国宝级硬底子演员。她曾说，最喜欢扮演肮脏、性感、情感澎湃和伤心的女人，而不愿接一天到晚漂漂亮亮且稍许靓丽但不完美的角色。今天落榜的葛伦·克罗斯7度荣获奥斯卡提名，1983年、1984年和1985年分别以《盖普眼中的世界》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rp、大韩 The Big Chill 和天生好手 The Natural 3部作品入围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。1988年、1989年、2012年和2019年则各凭借《致命的吸引力》（Fatal Attraction）、危险关系 （Dangerous Liaisons）、变装男士 （Albert Nobbs） 和爱妻 （The Wife） 4度入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。洛杉矶时报 （LA Times） 报道，葛伦·克罗斯创下在世演员入围最多次奥斯卡却从没拿奖的纪录。已故影星理查·波顿 （Richard Burton） 共入围过7次，彼得·奥图 （Peter O'Toole） 则入围过8次。葛伦·克罗斯去年8月在奥斯卡入围名单尚未公布前受访时说：“这些年来，我没拿过一座奥斯卡奖，现在我想，没拿奖已经成了我的荣誉勋章。”中央社。